有興趣嘅話就comment告訴我，我就送給你們啦。對，就是這袋東西啦。該怎麼初次約會實在極費思量，起初先推我兩次錯，我氣焰都正常，在約便說好以利數換你獎賞。Hello， 過嚟奧體中心呢邊睇 MC 張天賦嘅演唱會，因為要過嚟睇演唱會啦。平時飲開嗰間 coffee shop 咧，佢哋都好有心，就做咗張天賦演唱會嘅應援，佢哋隻杯。阿老闆都好大方啦，就送咗一堆應援物資俾我嘅。屏幕前嘅唔知邊一位 fans 可能都係 MC 張天賦嘅富二代，咁有興趣嘅話就 comment 告訴我，我就送給你們啦。對，就是這袋東西啦。我哋第一次嚟奧體呢度睇演唱會。抄別線是可以複製，抄別不怕找架比天光，擁抱中會刪除解決本身的煩惱。今日已經係第16場，同大家打聲招呼先，你哋好嗎？誰又要詐不知，為了不失氣派失聰也算可以停止。我不想我在意，下定決心回復單身都不覺荒涼，熟睡那刻還未識的我亦能靜養。你記得我好，像我都很好時候已都不早，我想能別一次跟你的擁抱，抱緊這秒感覺與及溫度，來足夠往後日子回味着多好。咁啊，未來繼續我做好呢一個時空嘅 MC，繼續唱歌俾大家聽。送上今晚嘅最後一首歌，希望你哋都會有一個世一嘅晚上，送俾大家世一。